谢谢夏营国中由杨永华校长所带领的师队，为我们的典礼更添祥瑞。接下来，我们将隆重的介绍今天的剪彩贵宾，并且邀请我们的贵宾们到会场前方来，为我们爱祥佛堂这艘法船的首航日留下历史的见证。首先，恭请心意义和的大家长周茂年前人。第二位，恭请嘉义市市长涂醒哲市长。第三位，恭请人和单位吕奇才点传师。第四位，恭请台南市议员陈文贤议员。第五位，恭请一贯道总会花莲县协会理事长张光阳理事长。第六位，恭请台南市议员吴通龙议员。第七位，恭请信义单位王宪章点传师。第八位，恭请台南市议员赖慧媛议员。第九位，恭请台南市下营区区长江嘉宾区长。第10位，恭请义兴单位尤金盟点传师。第11位，恭请刘鼎祥董事长。第12位，恭请爱祥单位冯新聪点传师。第13位，恭请侯友文董事长。第14位，恭请平时单位曾进长点传师。第15位，恭请黄德茂董事长。第16位，恭请孝德单位李怀玉点传师。第17位，恭请下营区新兴里里长陈荣宏里长。第18位，恭请中兴单位王志妮点传师。
现在有请剪彩礼仪小组进场。贵宾请戴手套。体检。法船已经起航，风雨难以阻挡，黎明即将点亮，彼岸就在前方。恭请剪彩！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庆贺这殊胜的一刻。来宾请剪彩，谢谢你们。接下来我们要邀请第1位到第12位剪彩贵宾来为我们的爱祥佛门接莲。第1位到第12位剪彩贵宾请留步，谢谢。恭请心意一和周茂年前人就位。恭请嘉义市长涂醒哲市长就位。恭请人和单位吕奇才点传师就位。恭请台南市议员陈文贤议员就位。恭请一贯道总会花莲县协会理事长张光阳理事长就位。恭请台南市议员吴通龙议员就位。恭请信医单位王宪章点传师就位。恭请台南市议员赖慧媛议员就位。恭请下营区区长江嘉宾区长就位。恭请义兴单位尤金王点传师就位。恭请刘鼎祥董事长就位。恭请爱祥单位冯兴聪点传师就位。佛门大开度有缘，广纳四方众先贤，开启心门智慧光，点亮慧命零极限。心意一和大道场，花开拓叶爱飞翔。诚心2字把到手，功成圆满还故乡。恭请接莲。
各位前贤，现在我们就恭请前人以及普醒的师长为我们开启佛门，带领着我们一同进入爱祥佛堂。好，谢谢。好。吴理事长。我觉得三面包做不做得完？谢谢大家帮忙。来，开上来对，开上来，开上来。感恩啊，快點。感恩啊，謝謝。